以後如果你想飲牛肉湯啦，你就同我咁樣煲，湯鮮肉滑，清香開胃。呢味嘢係一個98歲嘅老中醫偷偷分享俾我嘅配方，非常適合嗰啲海鮮當飯食嘅朋友。首先將牛展切成肉粒，呢味嘢一定要用牛展，牛肉唔得。然後將佢凍水落鑊，備一殼廣東美酒，真聲去香。煮滾後揮水2分鐘就撈出嚟，用溫水沖洗乾淨，咁樣啲肉質先夠嫩滑嘅。洗乾淨之後就轉入瓦煲，跟住嚟將啲蘋果、雪梨冚唪唥切成一嚿嚿，一定要去皮去籽，如果唔係會有苦澀味。紅酒去核，南杏仁、北杏仁即係甜杏仁同苦杏仁，親洗一下就冚唪唥全部食材通通放入瓦煲，然後一次性加滿長江水。煮滾後轉細火煲過1個半鐘，最後放鹽調味就大功告成啦！海鮮當飯食嘅朋友飲一次呢啖湯就知道佢嘅鹹咁靚㗎啦，嗱嗱聲收藏起身啦！